先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百花业绩王汉巡鸡蛋，拄拄结束的周年庆，唔但要受到疫情的冲击，这个营业额甚至比去年成长3%。也毋过明年恐惊就无遮尔好食困咯，因为这个宜联集团投资的宜享天地开370亿来打造，离这个汉巡鸡蛋无到3公里，明年的3月就要正式来开幕，到时阵真有饼。 人客有够多，袂输免钱的高雄业绩上强的百花汉巡鸡蛋，伫北高雄黄金地段，平常时甲假日人客拢有够多。就算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都结束的周年庆业绩有25亿5000万的成绩，比去年24亿7000万成长3%。因为即摆有一个真强的敌手出现啊，伫2公里外所在宜联集团开370亿，已经起好的全新的百货公司要开幕啊！ 边仔有出名的美式卖场，就阮是喇叭底站，行路差不多7分钟就会到，交通真方便。北高雄借由异想天地的加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边打造成南台湾的新计划区。地下2楼到7楼是百货公司，啊若起到31楼是。 电影车发装潢伫关楼的所在景观有够好，打造全台湾最大的会议型国际观光酒店。第一馆明年3月会开幕，第2馆完工后会创造万亿的就业机会。地方的经济会带动我们新投资者来高雄发展。 北高雄除了有汉巡鸡蛋、成功3月主营店2支大条的，即马随着宜享天地要开幕，三脚队的百货大战正式开始。